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恭喜发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晴。讲到这几日啦，大家咧想讲，敢若咧大菜卖，但是在新春期间，就出现了讲要换院长，院长换人讲是呢古酒换新盘，啊，这边讲是温暖坚韧无共款。未来一年呐，都考验，也着选举，也着保台湾。咱就今仔日好好斟酌，代代可为这一档。首先来绍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咱大师大政治所的教授阙挑雄阙教授。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过年好。那么第二位是咱资深的媒体人陈敏宏，敏宏姐。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咱资深的政治评论员吴文琪。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第四位在线顶的是中正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蔡英雄蔡教授。主持人，大家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过年好。好，讲到这个新正头吼，行政院换咧新气象。苏贞昌今仔日行政院长召开着临时宴会，伊来带领着这个内阁来总辞。那明仔新院长陈建仁就要来交接上任。那么今仔日下晡，新的行政院的发言人陈宗干，嘛头一摆主持着记者会，公布着完整的内阁的名单。那不过这摆改的新的内阁的成员，说是无啥变动。去互讲哦，在野党来批评讲，国安团队啦、外交啦、国防啦、陆委会首长啦，拢留落来，嘛显示着陈建仁的内阁会继续来延续蔡总统的外交两化的路线。带着笑容对大家讲多谢。行政院30召开临时议会，行政院长苏贞昌带领内阁总辞去必要相片。31就要正式交接予新任阁揆陈建仁。有没有打算挑战2024啊？不过新的内阁团队变动无大，重要的国安铁三角，国防部长邱国正、外交部长吴钊燮，甲陆委会主委傅泰山拢留任。邱国正继续推动兵役改革。两华外交是延续蔡总统路线，机会也终于有这个董事长。所以啊，你可以看出来，总统他是在稳中求稳。我们继续工作啊，谢谢。这个阶段我也跟他报告，就说我们会持续把以前定的目标啊，在这1年当中，我要给落实。在野党批评新内阁是派系分赃，立法院国民党团也积极。准国揆陈建仁就任了后，敢要查高端备案，对争议的卫福部长许水源留任表达不满。就是努力做事情，就是这个样子。那2个球队比赛，没有说上场的球员是由对方指定的。指挥中心的防疫5月天全部留任，传出。疾管署长周志富将新任卫福部处长，疾管署副署长庄真祥是升任署长。不过许水源表示，人事还未定案，上紧要到拜5才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来，咱来首先来看到吼，陆陆续续还佫有公布着这个政处也就是副首长。咱来看这一摆的内阁人数，咱首先要甲观众朋友来提醒。咱咧关心的内阁人数，其实是咧关心你我在这年当中，咱受到的失政，还是讲咱会接受到的新的生活，敢有啥物改变呢？咱来首先来看吼，新任的这个首长内面，李永德对着这个文化部长来换去到政务委员，那么文化部长史特来原任是高雄市的副市长，这看起来较新。那么副首长啊。这个文化部这个副部长呢，他都有新的公布哈，这个王诗书这个查某这个女性伊在这担任着副首长。那么另外，故宫原任的这个政务处长萧宗宏，
专心呢来看这个红色的专心呢，就是死的。吼，曾翠云伊是处长升起来副正，那侨委会徐家清吼变做这个正的，海委会关碧玲本队是这个立委吼。联员会这个原联会主委张敬文是副主委这个升起来。其他的，我要请教这个邱老师，你因为一般人其实你甲讲像，伊无一定理解，你用印象式的方式，你来做一个简单的评论。你讲这届这届换人，我差不多甲算一下甲算起来，咱规个内阁内底头部长级的职位38个，这届换9个，29个无换人，初算起来大部分就是安尼副的咱是卖算正的就好，就正的部长啦，正的主委啦，安尼算起来38个内底29个无换，所以你看伊规个看起来，伊这是基本上是人讲新瓶旧酒，新的换新版呐，新的干啦，但是内底酒是旧的啦，较早的旧的，有加一时啦，新的是加一时啊，所以安尼讲起来，这是这款内阁咱讲起来，看起来就是求平稳较重要，稳定啦，对，因为我甲算起来，今年因这届立法行政院拢总16个月。因为任期拢总对2月1提算去，算到明年5月20，拄好，差不多16个月嘛，16个月所以你16个月讲要安怎改革啦，要安怎创新啦咱讲实在话，较务实的，这款代志袂使好好写因为你政策你若准备要创新，毋是讲延续性尔。咱即马社会是咧希望讲你会使改革，会使创新，但是改革甲创新爱计划，你计划落去上少嘛半年，半年了后你才要推行，推行上少嘛得半年一冬，咱嘛才看会出来讲你新的政策看有效果无？所以你一个新的政策要推出来，上少嘛得1年半到2年。安尼，咱才看会出来讲你的效果。所以老师，你有切是讲要完全新的这个一心二目的这个代志，无可能。你感觉无可能？无可能。所以陈建仁，伊即马虽然讲明仔载才开始做院长，但是咱即马看起来，伊这届的内阁讲起来上重要的是平稳，莫出代志。为什么呢？为着咱明年2024的总统选举，上少莫讲甲斗3工啦，上少莫甲莫放白牙，是啊，莫出问题嘛。是，互赖清德伊要选的时阵较好选。来，这个我请这个敏宏姐你感觉这一次的这个内阁，咱头仔这私底下有咧讨论讲，尤其女性的比例有提升，你看这红色的所在这个。女性的这个内阁首长有提升，人数有较济，但是基本上换的人较少。对啊，这个可能换到苏院长。嘿，你讲的，唔是我讲。这是民同志啊，他都讲的。来，你请。大家看起来就是那阵加换的院长尔啦，其他人无啥物换，尤其是这4个第一届公布的女性的。各员嘛，都是财政部侨委会、海委会，对，不过这是新的院长的意思嘛。陈建仁伊就讲，伊要女性的阁员要较济，所以一公布先公布这4个找女性嘛。那财政部本来大概是叫做迄个阮清华，因为伊即个是代理部长，所以大家讲叫做阮清华当好副将。嘿，结果变成庄翠云嘛，对，大家也很意外哈。所以说，那个这个徐家清的部分很早好像就已经确定啊因为那个已经很早就征询原先的那个童振源老师去别的地方了，所以说这4个算是陈建仁标榜的亮点呐。可是，所以他先把亮点给公布了接下来就是亮点的对照就是圆点嘛。
米红姐，你会当讲较清楚，这亮点的对角是原点是什么意思？就是变得很少了，就是大概当初有点名几个部会，譬如说农委会，跟迄个卫福部。好，因为他们在这个选举的时阵争议足侪嘛，包括迄薛瑞元的讲什么郭台铭是 BNT 的推销员啊，然后在国会也是常常跟立法委员吵架什么的，所以大家点名就有几个是黑名单部长啦，但是这4个黑名单部长通通没有走。那我感觉讲吼，第一困难就是讲，因为你甲就像迄曲老师讲的，你剩1年半的时间，你要去倒找人。找人要甲你做1年半，啊，什么都袂用做，吼，我想讲这嘛是歹做啦，吼。那第二个就是总统的个性本来就是安尼啊，你无感觉总统甲以前的总统拢无共款，不管是马总统还是陈水扁总统，伊拢爱换来个月个完哦，就是动不动伊就换一个部长，互你看安尼，但是你无感觉？蔡英文总统迄换的部长足少的，都人数足少，除非伊出了足大代志才有换。无你像这你看，大部分个员拢是要做要这个总统做8济年啊，8年啊，吼啊，即个毋是败选，我看这个议长嘛是留落来，甲总统同进退啊嘛。所以我感觉这就是总统的个性，伊个求一个稳定啦，吼。那但是这个稳定中嘛是有改变，主要就是讲9合1选举旧年的选举失败了后，大家就讲你讨厌民进党嘛，啊讨厌民进党的骄傲啊，啊搁伫国会对抗安尼所有。但是这个新的议长呢，咱就讲较温暖、较坚韧。对，伊就是要甲立委都要冤家嘛，吼，啊这嘛是算足大的改变啦，吼。哦。啊，算讲是这个意思。减低个讨厌度嘛是最重要的呀，吼，你有莫甲立法委员。莫相打。对，你莫有立法委员一喙来一喙去嘛，啊，搁讲赢立法委员大罪不赦啊，对无？伊喺讲输立法委员，啊，立法委员啊，较差、较歹，你就叫选民去甲伊教训就好啊。你们议长甲伊去教训，其实这个是宪政体制啊，你是监督行政系统的。国会本来就是监督行政院的，那你行政院这么强势，好，公文叫你派，我感觉这个不符合宪政潮流啦。我是招新闻、招国会，也招过这个行政院，招过这个。我一向主张国会，反正你不管选出什么样的人，他就是民选的。你就是就无安心。伊就是对，伊就是民选的，伊就是民意的代表。你做行政院，你的权力来源就是总统。国会永远就是对。对，啊，伊是选民，伊是民众选出来，伊的权力来源就比你较伫民主的社会，伊就比你的权力来源较大。啊，你甲伊大细声，你敢对？你这总算伊讲唔对，你甲伊大细声，你就唔对。就是唔当做小大个小大规的对。对嘛，大家没什么，除了那个什么9月政争啊，江宜桦跟那个王金平的时候。就是马英九跟王金平的时候，江宜桦也是发表一篇很长的去骂国会。我跟你讲，江宜桦也是我老师，江宜桦那个是史上最有学问的行政院长，但是我觉得一去美立法院长都是唔对。我感觉行政院长本来行政院都爱尊重国会啦，啊国会选出什么样的立法委员，都是选民的家己的决定。啊，选民你要选出这种立法委员，咱嘛无办法啦。所以你举出一个重点，就是讲，这一次的这个国会是无咧甲冤家，无要相斗的。应该是安尼讲。应该是安尼，因为大家拢讲陈建仁是外号叫圣光嘛，圣光充满一直笑出来。啊，你立法委员，你要骂落去就做歹骂啊。哦，圣光超人的对啊。对。我应该安尼讲啦，我唔知伊是毋是圣光啦吼，种这圣光，但我感觉真亮光啦吼，圣光变亮光，有些我安尼讲咧。亮光咧？我安尼讲，他就小可无礼貌，但是因为是礼貌是咧讲出个道理。我讲一个道理吼，因为我感觉你看即届内个这个改变吼，我甲曲老师的看较接比较接近啦。安怎讲呢？因为你看即届伊的改变，哪像着蔡英文总统伊的一贯的个性，以控艺术了，唔是伊的代志啊。为啥我安尼讲呢？你若是看到陈建仁咱的陈副总统，伊进前的发生的所有的代志，我头有讲啊，迄个圣光旗是伊介入咱的介入咱
郑运鹏迄人讲啊，这是神天主的讲啊，过来我感觉上害，就是大家一直感觉讲高端疫苗这件代志，其实伊一直拍是安慰剂，伊无讲清楚哦，这件代志甲即马台湾的老百姓是其实心内是搁一啊会记恨哦，讲因为确实你当初你是你甲注文的，你甲背书的。第三我讲的。你即马讲好，你真正讲，不管你是毋是暖男呐，我感觉伊的暖是嫩呐，暖男。为啥我会安尼讲呢？你想看卖哦，伊若是讲真正有要替蔡英文，甲即件代志甲处理好，讲哈，不管是毋是看守内阁，就是老实讲诶，莫搁出代志啊。可不你看伊伫中研院迄49万50万，伊啊哦，就哪像进前0万亿共款。爱食搁加说伊，你49万、18万，甲你即马年的薪水，伊根本就无心，伊私人根本就无心要去做这个行政的议长。我甲讲，所以我这若是国民党的时代，我甲你讲，绝对迄人错甲调啊无来去，这伊私人的部分人格特质。过来，为啥我讲是蔡英文调工？我睇咱私底下咧开玩笑讲，一个耍赖，一个耍阴，上尾就是罪有应得。伊我感觉可能偌清楚，一定想讲。伊过去这8年来，到底是安怎得失咱蔡英文总统？因为你看伊即马内阁哦，38个老师讲的，其实拢总无换。你若讲没有，对我来讲，迄叫做旧瓶装旧酒。因为你看，简单来讲，游盈隆讲了上好，拢是只歹糖古下。那讲啊粗鲁就是安尼，因为出代志的人我。但是吼，他都叫敏华讲啊，吼，讲你剩16个月，啊，老师也讲啊，剩16个月，你真正要换新人，要上手，要熟悉，啊，要开始来做新的，其实还是无啥有可能的。无应该安尼讲，较务实的啦，啊，你国民党就是无务实，才会讲为啥我安尼讲呢？我他讲为啥讲歹糖古下？好，个咱个林左水，因为你2/3拢无换，但是咱来讲，为啥当初要换？咱莫讲。敏凤姐今年讲，其实要换是换苏院长。我讲哦，我卖我袂讲，我讲的，国民党讲的，我甲大家报告，我问个为啥会输9合1？就是你做了无好嘛，因为你互老百姓有一个感觉讲，哇，真正伊想要做代，照你讲，你应该清清气气，互大家看到全新一新耳目的面目。但你即马看到的是安尼啊，好，上重要，咱讲。即个为啥蔡英文因9合1的输啊痛苦，输啊遮歹看，咱大家拢讲啊，就是不管是论文的抄袭案啊、工程的弊案，上济咱咧讲的就是讲抗中保台。虽然咱遮偌副总统是和平保台，我甲旁人稍微报告者，咱拢知影国防外交两岸是咱总统的权责，但是你就是因为安尼，互老百姓伫1126甲你唾弃了。你若是真正要互大家感觉讲你是一心耳目，照你讲你的国安3角你是拢爱换，但是伊拢无换。对我来讲，这届新换人，你上爱换的是这个外交国防，你感觉？就是安尼嘛。其他本换不要紧。无其他你上爱换就是陈明通啊，陈明通已经落来啊。大家拢知因做了就歹。我讲者，对我来讲亮点有4个人。对我来讲，我来看这个，第一个林右昌，为啥我来讲伊正国会？啊，但你会记得无？咱那陈廷飞伫台南88讲讲啊，拜托啊，总统、副总统，你有看？你来处理，即马好，你起来啊！你林右昌甲陈廷飞拢共款正国会，你要处理无？第二个，咱讲庄翠云，哦，伊这真正连我都无听过。哦，哇，这个对基层拍起来，咱爱互伊一个机会，尤其是女性。第三个，我期待，因为咱之前讲吴宓茶，迄个所谓的故宫院长，咱即摆来看萧宗煌。萧先生，伊法度提一个讲卖有意识形态，就事论事咯。我感觉我咧期待上尾一个，然后我就讲上巧的潘孟安，潘孟安没有入阁嘛，对吧？伊为着伊家己啊，伊想讲恁老师考，我个阿通西的论文，所以对我来讲，这3个人足以证这句会使吗？恁老师考应该是讲阿通西伊的代志也未拢也未解决，伊个你会记你上尾一届伊讲啥？伊个是天大的冤案。所以我讲吼，台湾人虽然是足温柔的，很敦厚善良，但是因为陈明通甲民进党最近做的所有的代志，我甲你整理者，你意思就是讲，基本上还佫有淡薄仔这个亮点伫的，有期待伫的。有一点啊，但是所以我讲，但是因为大部分拢啊，无你像一般跛鸭总统，你看奥巴马，伊第2任的时阵伊都是鸡蛋挑骨头啦，无什么。奥巴马第2任的时阵，伊伫古巴的面顶是嘿。咱老一个空间吼，蔡老师吼来评论，蔡老师你伫线顶吼，关于着头拄因3位所讲的吼，咱内阁内面吼，唔通有搭家啊，吼唔通有搭家啊，吼啊就是人民较大，民选的较大，咱哦人咧问啥，咱就好啊甲回答，咱莫甲伊冤家。
吼啊，第二个就是总统的个性吼，较趋向就讲较稳定，吼较严重事。但是在严重这个政策、较稳定以及创新，互人一心二目之间哦，这当中要安怎平衡啊？你甲咱做一个评论啊？是就是讲吼，咱这官员吼，伫国会做爱交这个立法委员吼，部分的官员呐会答喙讲吼，啊，但是这个国会议员，因就是无爱互你伫遐应喙应舌啦，吼，因就是因为要占这个讲话这个权利嘛，吼，啊，你若讲了伤济，吼，啊是伤险，因会感觉讲你咧反质询啦，哦，你搁来问我，还是你搁来甲我挑战啦，吼，较早蔡总统做立委的时阵吼，伊嘛是捌质询。吼，洪质询，洪质询的时阵，讲质询的时阵，伊咧回应的时阵，人会讲你做立委，交你做官员的时阵，拢回答得足好的，所以这就是讲吼，毋是讲拢袂当应啦，嘛是会当有一寡看法。即摆吼，因为拄仔的来宾有讲吼，这个行政院吼，新的议长，这拢可能是。有诶是讲吼，是咖喱红啊，安尼是毋是表示所有台湾公司诶总经理只要你若总经理拢是咖喱红啊？但是事实上，若全部代志拢董事长咧做董事长可能会过了啊，有人就讲这个旧干啊，旧办来装旧酒，若旧酒就老酒啊，这就是袂歹啊，若装新酒，讲这无啥物新诶，重点毋是即个啦，重点就是讲有好啉嘛，无好啉啦，人民是毋是会当肯定？这通常政府咧做拢做甲老烂啊，在野党拢嫌甲老烂啊。你换1/3、1/4，伊讲你换了伤少，你全部拢换咧，伊讲你这拢无经验啦，即摆伊佫讲啥物咧？讲这拢派系分赃，事实上大家拢知啦，世界政党无派系足少的啊，中国共产党可能是纯唯一的即个政党啦，你家己的政党若拢无派系，安尼嘛无要紧哦。你家己政党嘛是有派系，即摆讲民进党换这种派系，这种派系，属于我感觉讲这无理的啦，最后就是讲，即个陈建仁新的行政院长伊的名真好，啥物意思？伊未来政策就是爱做一寡人的代志，甲选举有关系，分配又好。莫出错，互好野善通差遮济，来平衡这个台湾的未来疫情以后有较软啊嘛，经济，这是上重要的。老师，你讲出你的期待就是讲希望新议长做甲认真，而且呢，这个好野善分甲较招文的，这是你上大的期待，是毋是？是。那么关于就讲来这个，因为。毕竟这16个月应该若算讲来做这个总统的这个选举嘛唔是16个月呢，是差不多10个月差不多10个月左右啊尔。这10个月左右嘛，有人讲，是毋是会安尼走出做了伤好，会走出第2组的这个总统人选啊？敢会？对，就是讲民进党有初选嘛，伊若是这个行政院长做了袂歹，还是副院长嘛做了袂歹。嘛有可能会初选啦，但是问题是，就是讲，因为迄个去年的迄个基层的选举民进党是选输，所以真较无遐侪人出来要来争即个问题，意思讲要来选，但是就是讲，不管如何，有要出来选，无要出来选，这个内局足重要的，因为伊若做无好，我讲2024年就免阁想啊，所以我讲这责任足大，足现在伊会用这个。大部分拢是遮旧的人，因为另外一个新的伊甲你讲半当较会熟悉啊，半当了都已经都要煞去啊，所以我是感觉讲无毋对，因为真有的人有换，有的人是无换，咱就要看因到底做啥较来骂啦，毋通袂做着就甲酒掺啦，就泼冷水啦，这歹啦，这啥物啦，我相信是安尼啦，或者咱去做的时阵，咱嘛希望讲，别人会当看咱做啥物，较来批评啦，袂做，就开始骂，这就无啥物。我想拢反对党拢安尼讲啦，就是讲因别人种的花拢圆仔花啦，咱家己种的拢无单啦，
哦，这什么意思咧？就是讲啊，人倒拢歹，啊，咱拢好。我看嘛唔是安尼啊。迄个桃园市长吼周善政伊就讲啊，伊讲这陈建仁议长哦做了袂歹，伊叫伊强识过，伊讲伊的能力真好。吼，我感觉伊头壳真清楚，伊知影讲伊即摆做桃园市长，以后爱靠中央啊。吼，伊讲爱希望郑文灿去做副议长的时阵，会当关照到咱桃园的建设。哦，你若看伊看法就交一般伫遐咧骂。所以周先生是咧种牡丹。把意思就是讲吼，无啦，你唔通甲别人拢讲歹啦，别人拢胭仔花啦。我安尼我来问问题啊，你是想要种牡丹还是要种胭仔花？我是感觉诶，牡丹甲胭仔花拢足重要，因为这个才做对照组。伊我的学长龙翔学长伊安尼讲，我会使赞成，但是我甲你讲，政治是安怎？你若是真足听。你若搁真足想，你就知讲，即个安尼讲有道理啊，无道理。我头仔已经讲过啊，为什么即届1126民进党会输甲痛苦的原因是啥物人做了无好？不管是苏院长，还是咱今年讲的啊，石斑鱼甲即摆也未大汉的陈吉仲，还是迄个薛瑞元，就是因家的人，搁包含陈耀祥，因做了，互大家看袂落去，大家感觉民进党足讨厌。为啥遮尔啊阿爸，遮尔啊双标？所以大家要甲换掉，到尾你遮该换掉的人，你拢袂换。我是讲，这是真正的战犯。虽然头是咱苏院长，但你真正造成大家足袂爽的代志，你拢无要改，你甲换几个讲哇，这有新的女性哦，阁揆，我期待。但是我你讲，你问题，你治标治本，你解决的问题。蔡老师讲的是讲，我这趴这大趴的这个牡丹花嘛。啊，其他的这个胭仔花吼，可能天机炎、关机型，你感觉有这种可能性无？在这个稳定的考量之下，伊无爱甲换起来，要互继续来做，但是叫伊爱好好啊改，敢有这种可能？你想，我讲一个吼，伊今仔新年，这我唔知哦。新年拄啊过，我本来是讲嘿，我袂使讲歹听的话，但是我甲大家报告，我一定讲啊吼，我意思讲吼，咱看到因即几个人过去的表现，有时啊咱定讲爱盖棺论定，你看伊过去8年的表现。我讲一下阿弥陀佛，你若看伊8年进前，伊真正做了拢有好，有照起工行，照拼照行，有依法行政，大家袂今仔袂发生这个代志。但是你这个人即马较早是安怎做？我讲听其言观其行了，你看较早因是安怎压吧，安怎双标，安怎欺负别人。你讲这个人无话讲，即马因为陈建仁暖男，伊就会改，人上歹改就是个性。伊若会改，我甲你讲，有牵到北京嘛是有啦，所以我无啥物期待性。我这讲无道理啦吼，因为议长是啥人是足重要的。陈吉仲伊是对林权开始的做农委会，林权做议长的时阵，陈吉仲有这种态度哦，伊无啊。赖清德做议长的时阵，伊嘛是农委会。我甲陈吉仲有熟识，伊伫农委会的时阵，拄啊去农委会上班的时阵，伊嘛是做谦虚的人啊。啊，伊伫赖清德的时阵嘛是无伫国会安尼乒乒叫的人啊，为什么到这个时阵突然？你讲你的意思是讲头家有差？我无讲苏议长安怎，我是讲迄个领头的人的方向会影响到你个员，这是。大家拢知影的代志嘛，比如说你蔡英文总统、甲马英九总统、甲陈水扁总统所领导的个员行政院都拢无共款的样态嘛，所以我来讲，你莫讲真正就你个评论像蔡老师讲的，你莫讲真正还未看到伊做啥，你就讲伊安怎。啊，像陈建仁第一任副总统的时候，伊做啥物代志？伊做2件大代志呢，是年改呢。第二个是那个这个什么那个一例一休的沟通，年改你要年改是专盘，你看你负责甲迄个就是公务员所以唔那是好看头无单位。甲公务员沟通，公务员内底我唔知有你无啦，吼，都至少有李来希嘛，有甲李来希冤家无？无啊，伊不甲李来希冤家，伊迄年金改革会议上面的会有吴思怀，他们提出不同意见，你以陈建仁的耐性，他都一一听完了。我觉得就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方式，他在年改上面的表现，他的方案也是搞得很清楚的。然后当时也有叫媒体进去沟通，你问什么，伊就回答上面，因为是搞得一清二楚啊。你甲咱提醒讲，但副总统去主持。对，伊立修嘛是做歹。沟通的啊！敏凤姐，我小可插播一下吼，伊跟敏凤姐讲这2件，我讲拄好台湾人记忆拢足深的。
年改即马上要第一个会破产的是啥物？唔是这军公教年金的，该改真正上大尾。我讲民进党大概拢掠大放小啊，掠小放大，大家拢咧看呢，真正会改革。啊，过来，但是一例一休，我甲大家报告，你想看卖，一例一休当初为虾米林权因家的人会落来？一例一休当初的民怨有偌大？你若讲陈建仁这两件代志做了真好，我甲你讲，大家目睭拢唔知顾着啥物吧？沟通，我是讲这两件代志，大家拢知做了好啊。我来问邱老师，邱老师你感觉？哇，这我早到回期咧。哎呀，讲社会期嘛袂歹。你到底是牡丹花还是影？政治爱较现实的啦，吼，尤其是行政，吼，我本人伫政府，我做过行政工作啦，吼，行政我捌做过，行政咱讲实在，柴米油盐酱醋茶，吼，迄拢袂使好笑。所以我头拄我就咧讲，即马即个内国，我毋是讲要甲破，还是要甲注水，无我拢无即个意思吼。剩16个月，我头拄讲过，实在是，咱一工甲算吼，连16个月都没有满满的啦，啊，无讲满16个月啦，时间无济啊，啊，你即马基本上换的人无济。啊，头拄讲嘅，你头拄有一张表讲，陈建仁也挑战是内政、经济、外交、两岸啊。头拄明凤是讲过啊，外交跟两岸是咧吼，行政院长吼，你挂一个名尔，哦，要去立法院，要去用骂，后你去，哦，但是决策吼是咧，迄无你的代志，哦，所以陈建仁、孙长康做好内政，哦。经济做好，尤其是今年2023，吼，今年因为通货膨胀的问题啦，吼，啊汇率的问题啦，吼，啊个疫情唔知安那，吼，这拢是对陈建仁来讲足大的挑战，吼，所以讲16个月短的时间，遮尔济的代志，哦，啊内阁嘛，阁是旧的人，讲要做甲。偌好、偌牛、偌创新、偌改革，吼！咱讲我头拄一开始就讲啊，较现实的，哦，无迄个条件，即个内阁咱无迄个条件。伊甲苏贞昌无共款哦，虽然讲看起来民党对苏院长较有意见。我无意见哦，莫要讲。伊有满4年哦，伊有满4年的时阵哦，时间哦，啊，中甲佫有选举哦，哦，啊，伊讲起来，伊这是。就是行政来讲，会使较好做代志，伊较有迄个空间。言之总之就是伊无时间啦，16个月啦，无啥物时间啦。啊，伊本身条件嘛无讲真好啦。我邱老师是为什么？但副总统条件无真好。无讲真好，吼，咱讲实在话，因为那伊做学术研究好。这点无问题，但是做学术的牛的人、教册牛的人讲来做行政，一定有无代志。国民伊个年金的改革的代志。啊，这是他最高啦。伊嘛做过年金的代志，即马伫台你是无去听李来希啊？你去甲问就知影。啊，问调甲无力哩。免问李来希啦，李来希一切拢反对，甲比文琪好。一例一休，规台湾甲错甲拢。2018年，民进党地方选举输，是为着什么输？唔就是一例一休嘛。所以我即马安尼讲啦，陈建仁陈院长、新的院长学术做了袂歹，行政我唔敢讲伊做了真歹，这我袂使安尼讲，我袂使安尼讲。为什么呢？因为伊基本上唔捌做过什么行政嘛，伊做过一届什么卫生署副署长，嘛是做 SARS 有讲啊，SARS 咱讲实在话，可以观察 SARS 这个。迄阵第一届咱台湾拄着一款代志，天气严管理型啦，无讲做了真好啦，啊，但是讲做了有真歹无，嘛是无啊。我真公平的讲，吼，我真公平的讲，陈建仁即马讲陈院长啊，吼，陈院长伊本身是好人，有成功，哦，伊本身好人，学术做了袂歹，行政破啊，哦，啊，剩。一年，咱莫讲破啊，讲过去的表现，互你看袂出来。我看下，我就是破啊。咱较公平啊，我讲起来就是破啊嘛，无讲真好啦，啊嘛无讲真歹啦，咱讲实在话啦吼。所以
安尼规个条件，咱甲规个总个甲看起来吼，伊会使平平安安吼，甲蔡总统甲苏院长因较早伊决定的政策吼，甲做好吼，莫出错，莫出大代志，互赖清德哦，好好啊去选哦，啊伊先选会使甲普选一个。哦，邱老师，你替一下脚本啊。安尼讲起来，所以伊袂变成第二组的竞选者。我看是机会无大啦，啊，但是哦，恁三个拢讲无可能。但是我必须要讲，我必须要讲，阮政治还定定咧讲。邱老师，恁头有听到？讲可能第二组可能是。我安尼讲啦，阮政治还定定咧讲 ，never say never。哦，这是我美国人讲。我来等候蔡老师听看卖。蔡老师，你伫线顶吼？是。他拄仔因遮就讲，若是即个陈院长可能毋是第二组的竞选人啊，可能是即个苏前院长，你的感觉？我是感觉安尼啊吼，就是讲苏院长过去就是以效率吼，以魄力吼，伊就是讲冲嘛，吼，伊较早咧摆了安那球的吼，所以伊的个性是较属于较冲做的就对啦吼。啊，但是即个新任的即个陈院长咧，其实我甲看是安尼啦吼，就是讲伊本身是学者出身的，啊，但是伊公共卫生的部分，即个部分我看是。嫌蔡总统都爱问伊的意见啦，吼啊，所以这对这个部分来处理，我相信吼，伊会无共款的一寡看法甲做法，啊，而且吼，伊的副手这个地门产过去伫桃园市就是咧做啥？迄个较早吼做古册读的，或者梦想军呐，啥物意思？伊做个分资源的啦，吼啊，你若对这个角度来看，吼，伊若有法度协调。啊，分配一寡资源，吼，各县市，也是包括伊的党籍的立法委员，炸一寡吼建设，吼，等于地方，吼，安尼对选举较有帮助呐，吼。啊，即马就是车价都无够啊，佫有通去拍官，吼，啊，都这做都做无够啊，佫要讲哦，要开创什么新的？我同意这个邱老师的看法吼，迄是无可能的啦，吼。啊，我是感觉安尼啦，吼。因为过去苏院长伊嘛捌曾经嘛是要选总统嘛，吼啊，我的看法是安尼啦吼，有当时啊就是讲，一大位吼，毋是你讲你要选就有法度选。啊，人生的剧本袂当偷看啊。对，伊家己讲袂当偷看，啊袂当偷看意思就是讲，啊你若要去争取这个总统的初选，吼，这种你的权利嘛，对不对？啊，但是是毋是会调？哦，我看起来是，可能。有差小可啦，吼！但是这政治真歹讲，因为今仔日看国民党这个朱立伦，就是我较早选举前讲的，伊即马有意思，伊总教练伊要落场啦，哦，啥物意思？我都选赢啊，我总元帅啊，我嘛要落场啊，吼！所以去政治真歹讲，吼！啊，但是不管如何，吼，这一年的表现真重要，因为这牵涉到讲2024年是毋是国民党会赢，还是民进党会赢？吼，这真简单，但是这次的选举是无共款的，因为这是中央专注的选举，有牵涉到国际因素，哦，大家考虑这是。我徛在咱节目的立场吼，以及我做一个小小老百姓的这个观点来看吼，恁做啥物人拢不要紧，但真侪人关心的是讲这一年的经济，头先邱老师也讲，其实今年哦，2023年的这个经济这个政策吼，这个政策。对整个全世界来讲，拢是一个大挑战的哦。吼，你的预测，陈建仁院长在这个未来，吼，不管是财经还是民生当中，你的希望、你的建议，会当首先来做什么代志？其实吼，咱的底较好啦，什么意思？咱的人均 GDP 已经超过韩国啊，啊，所以就是讲。这疫情3年，咱的经济拍一寡底啦。所以老师他讲的种有钱人甲善穷人爱分到较照文的，是这个重点。对，就是对财富的分配嘛，吼啊，过最近有可能要发现金啊嘛，吼，有听讲会当较早完成这件代志。啊，这就是重点，就是讲，互遐善食人、艰苦人吼，因的生活会当过较好的。其实这嘛是选票真重要的考虑啦。哦，因为这次现在拄则惨的原因，就是讲，啊，你讲你疫情做啊足好诶，你防啊足好，但是事实上伊个人的感受讲，啊，都无好啊，吼，啊，佫有人因此安尼过身去啊，哦，啊是我因为这个镜头嘛真重啊，
吼，所以我是感觉讲，你就求平安就好啊，你免去讲吼，你做甲足好，因为你交伊个人的这个经验是差真济啊，吼，啊，即摆就是讲好啊，有较放软啊，但是分6000敢会较好？我讲啦吼，咱袂使对。你若好嘢的人当然是无差啊，但是你若对一般人6000块哦，互囡仔注册啊，吼，互囡仔用午餐。文琪啊，因国民党讲啊，主张啊分1万。不，迄毋是咧画爽的啊，吼，啊，而且这个钱吼，是因为收税自然的结果，吼，毋是讲哦有法度事先安排好，人工若收较少的时阵，啊，你是毋是啊，大家摕出来搁斗开，袂当安尼啦，吼，我感觉是安尼爱理性啦，啊无因咧台北市的市长，咱毋全部摕出来开。摕出来台北市民，伊嘛无爱啊！伊讲要搁行啥啊！我所以爱理性的讨论，吼，啥物意思？有即处因为安尼无法度因为就是毋是超收啦，伊就是讲吼，毋是超收即个概念，就是啊自然伊就生才坐出来啊，吼啊咱就自这吼啊就部分分吼，才一般的台湾人民较艰苦的，是足合理的啊！啊但是你讲话无分较济，啊1万哪有够？啊为什么嘛分20万、30万，看要哪花拢会使啊！但是毋是安尼啊，政治若安尼吼，规拢倒去啊，啥物意思？你国家就规拢倒去啊，是，啊，就大家用花就好啊，老师免做啥？即马吼刷落来，因为剩十几分钟吼，其实咱即个题目吼会变做两工来讨论吼。即马上要一个题目要来问吼，大家马上吼，美国的即个众议院的院长 McCarthy 吼，都要来台湾啊。但是大家想讲，哦，顶摆即个 Pelosi 哦来到台湾了哦，这中国人哦，在中国哦啊气不不，啊这一次敢会安尼？尤其 Blinken 吼，其实2月5號就要去中国要做談論啊吼，要做議題哦。但是判出來這個議題吼，有三四題看起來，攏是針對着即個中國叫你啊做這做迄哦。這個關係就對院長來講是一個新課題。馬上就要面對這個問題吼，我先來請教到這個文琪，好啊，咱大家吼較用時間來請。我應該咧講啦吼，我感覺這屆這個麥肯錫伊來啦，其實我無啥物煩惱啦，因為我有啥安尼講呢？因為對阿共啊來講，對美國來講，我講我之前講過啊，你若是去回想，因為政治是有一個脈絡可循，就咱一個趨勢。你想看下當初是咪第5擺的拜習會講了。裴洛西一來，其實因迄攏是照劇本演出，其實大家攏掠迄個美甲，你來我走，我來你走，所以因為大家攏想，所以你莫看到講說美國空軍司令。所以文琪你點出來講，迄陣時國民黨咧罵假安尼，其實嘛是咧罵假的嗎？對哦。我應該咧講，因為執政的人你就是愛負責解決問題，但是你看因大國的博弈遊戲，因是咧耍啥？但你講這個麥肯錫對伊來講。麥肯錫又佮甲拜登伊無共一個政黨，一個民主黨，一個共和黨。啊，對我來講，啊，伊要安怎做，我無法度。因為即馬對美國兩黨來講，因反中是因的共同的最高政治正確，所以對伊來講安怎做伊攏無。但是伊即馬有啥這個布林肯2月5號甲大陸，對我來講啊，伊其實可能佮重演進行因伫巴厘島類似這馬會議，就講我先甲你講好，咱要升到啥物程度？啊，無你去來看美國的所謂的空軍司令，啥物米漢，伊講的話，我甲大家報告。對美國人來講，當然是重見諸侯而少其利。上好你家己人拍死的時陣，我美國會使得利。所以咱若咧看這件事，我感覺上好的角度是以國防部部長奧斯汀講的。近期內根本沒發生啥物代志，說否則你看進前 CSIS 演變的，其實伊就是咧講207，哦對，愈來愈低，又變成205。咱就是講實在話，我若是美國人，因為最重要，我講第3擺，我若是美國人，我嘛希望你台灣甲阿共啊安尼拍起來，因為對我來講我好啊，我會使賣武器啊，對我來講就拿烏克蘭伊雙頭談啊，但是咱若講這足殘忍，但咱哪個有台積電呢？我講足殘忍，所以伊即馬叫伊講，美國就希望台積電，不管是亞利桑那，還是講去咱的日本的熊本，你賣武器啦。我講，但是我講，這是一個趨勢，所以我講對美國人來講，咱若是美國人，徛佇國家的利益，我一定是希望恁兩安尼相拍。但是我講徛佇咱台灣人，咱敢真正遮爾啊戇，咱叫人算假，所以我就講，即馬你看麥肯錫伊要過來進前，我甲你講，照劇本演出有可能，我咧想啦吼，因為因即馬發現講美國。真正嘛是有夠害啦吼，伊就希望咱兩個拍起來。我咧想，若是要講比起進前裴洛西
环岛演习，然后安尼就要拜托国民党唔通搁再骂。无，伊就可能会北平啦、中部啦、南部啦，飞越整个中央山脉，因为你爱搁比顶摆搁较刺激，但是我跟你讲，阿强也无遮戆啦，伊若真正拍，即马时间也未到，因为这牵扯到所谓的军事战略，伊甲伊第3艘、第4艘航空母舰出来进前，我甲大家报告，阿强也无遮戆，但是美国伊希望讲恁上好紧拍起来，对伊好，伊会使买武器，伊会使。所以我甲你讲，咱若咧看麦肯锡这件代志，我讲无要紧，反正咱就照剧本演出，吼，因各取所需。但咱千万爱会记得起啊，所有出来混，总是有一天都是要还的。你看嘛，裴洛西照了，咱台湾付出什么的代价？连那边卖互咱的所谓的747、787的代志，你看迄个。但是唔是拢讲好啊？照剧本演啊？对啊，但是我讲照剧本演是照美国甲阿强的，唔是照咱台湾人的利益的剧本。所以我讲蔡英文总统，我要拜托伊，虽然有一单话，我有听唔则讲，因即马吼陈建仁起来了，我感觉伊是小可，莫讲歹心啦，无啥物代志通做啊。所以我感觉吼台湾人家己爱觉醒，咱爱替咱家己的利益爱考想，伊若来到底对咱好还是歹？咱爱好啊想，若是歹的话，咱爱出来抗议，袂使搁伊来糟蹋咱台湾人的利益。好，来敏宏。我其实对麦卡锡来台湾这个代志啊，我感觉时机不宜啦。裴洛西的代志，裴洛西是本来是较早前讲是6月以前嘛，结果因为伊确诊，延到差不多7月还是9月才来。然后你搁甲迄兵役延期演奏会，所以迄天就921就是去年的选举，规个选举到尾啊，就变成台湾人咱准备战争共款，所以对民进党非常不利啊。那所以这个我感觉这个有定案，我感觉这个是麦卡锡伊家己讲的吧，因为美国人来2024嘛进入一个总统大选啦，你麦卡锡是共和党的，啊，现在执政的是民主党的，啊，你有麦卡锡来打台湾牌，好造势现在美国人都拿台湾来当那个造势的那个场合嘛，对舞台，那可是后果的确是要台湾收拾啊，尤其是你2024的选举，像你讲的啊，无是10个月，应该是搁一年啦，搁一年整嘛。明年的1月1月份这当中，可能18号要选啦，因为我看过月历，那就是18号左右会有5拜6礼拜安尼。啊，你这样来，啊，你搁请总统去美国国会演讲。啊！你中共就丢起来啊！啊，所以你，民众也感觉卖个刺激。我会讲，你就是有一个时间点，你就是选举选了，甲520中间，520中间这时机，看你要创啥会使创啥嘛。你莫来影响台湾的选举啊！因为你一来了，这个气氛，大家所以文琪无反对嘛，因为伊可能对国民党有利啊，国民党讲我会用出来谈判啊、和平啊，但是民进党袂晓拒绝美国人啊，所以引起的就是冲突嘛。所以我感觉你麦卡锡甲布林肯，你这样中美关系到底是什么？中美关系嘛有和嘛有战嘛，伊政治外交军事拢是战无毋对，但是你经济贸易应该是好啊。即叶伦去特别去欧洲找刘鹤，伊要讲啥？伊干嘛？嘛是要做生意。对啊，伊中国根本无要互你去，啊，伊只好走去欧洲找刘鹤。伊惊啥物？伊惊中国抛售美国债券嘛？伊惊中国人民币贬值到一个没有办法接受的地步嘛？所以这个布林肯2月5号去之后，我觉得双方一定会谈判。就是讲我答应。所以你认为讲这 McCarthy 无一定还会来？无一定来，你。民主党你换手啦，民主党换手，互你共和党安尼造势造到迄边去嘛？所以我感觉这件代志还未定案啦，我感觉这件代志，国民党的意见，什么红统派的意见无重要，中间选民的意见上重要，因为2024的大选是中间选民决定。咱来问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讲，是不是会影响到陈建仁在这一年的这个作为，尤其气氛佫变歹，佫必须要这个出这什么招来创啥物？邱老师，我头拄就讲过啊，
这甲陈建仁陈院长吼，无关系嘛？关系无多，袂使讲无关系啦。上少立法院委员要质询了，是伊咧回答。但是应用就这个正常，政策唔是伊咧决定，吼。这咱讲实在话。第二点，咱头拄咧讨论代志，有诶讲是咧做迄个搬戏啊，有诶讲吼安怎。咱讲较现，我头拄就讲过，政治哈，不管是国内诶政治还是国际诶政治哈，较现实诶，吼。即马全世界诶规个局是两个国家咧决定，吼，就美国甲中国。那如果搁要搁加落，就是欧洲甲俄罗斯，四个大国家嘛。吼，上重要就其中两个，中国、美国、中国甲美国啦。哦，要讲你讲搬戏也好，还是要烧钱也好，还是安怎？因两个是行棋的人，剩的大部分是棋理，啊有一寡是咧看戏的。看人咧行棋的，吼！啊，咱台湾是棋理，你敢觉看过人咧行棋？棋理家己咧走，有无？啊，捌你捌看过？那是毋捌啦。啊，棋理无可能家己会走嘛，对无？迄一定是行棋的人咧甲杀嘛，对无？好，那即马咱台湾即马面临的即个困难就是安尼，吼！所以我讲结论，因为这个代志足复杂的，吼。咱讲我讲结论。我认为麦卡锡4月还是5月来的可能性较大，我唔是讲伊一定会来，伊来的可能性真大。为什么呢？就是伊的背景头拄都加减拢有讲过，尤其是因两个大党咧拼，因明年嘛要选总统呢，因明年11月要选呢，哦，啊共和党迄大象啊，迄只枪嘛，迄只枪今年。旧年好不容易赢一届，赢一时啊尔，哦，啊，即摆要变总统呢，哦，所以伊佩洛西会使来，啊，那麦卡锡袂使来，哦，所以我看伊来的可能性真大。第二，这是美国人咧耍即款的游戏足久啊，哦，你头拄有讲到2月初5，布林肯要去北京，哦，因要去北京要创啥？去。故宫行行，是无啦，伊4项代志已经讲啊。看中国人咧过年了后，安那放炮呀？哦，无啦，已经讲啊，讲4项代志要甲你讲。是一定要，伊要讲迄，伊爱筹码无？所以这是阮咧甲谈判嘛，是安尼咧讲。你要去谈判，你爱增加你手中的筹码嘛？哦，啊，即摆麦卡锡这代志。就是筹码，无一定爱死，爱摕出来。无一定会用啦，吼！啊，但是我咧判断用的可能性真大。摕出来人的一定有啦，吼。伊增加伊即摆去北京甲因咧谈判的时阵，伊的筹码嘛，哦。啊，第二就是去年刚通过，5年要互台湾100亿美金的武器资源，武器嘛，哦，这拢是伊手，啊，咱敢摕到啊？也未，袂啊，那看吧，无看到嘛。有啦，即马有讲你会当来贷款。哦，来贷款咯。贷款100亿。但唔是啦，伊是讲5年。迄行政部门批准。要互咱今年要互咱20亿啊，这个一个定数。咱到即阵为止，哦，就是敢若美方即马想要讲。所以阿哥通看啦吼。连骗嘛无骗到，哦，啊，但是呢，伊即马是法案咯。伊的国会已经通过啊！是啊，必须要去执行啊！伊嘛会使提这甲北京来谈判嘛？啊，若是谈判了好，阿江啊有让步，哦，伊才会使缓执行，还是安怎，伊会使来修改。是啊，不然是啊。国会过去行政部门无一定爱买单啊。但是我感觉一个重点啦，一个就是我拜托台湾人吼，去看唐乃馨讲啥，重点是纽时的专栏作家弗里曼讲的，咱台湾就伫伊的边啊，咱就伫大陆的边啊。所以我讲这个部分就是咱爱去讨论，咱人袂记蔡老师，来，蔡老师你线顶，互你做最后结论，来，蔡老师。我简单讲吼，因为2027年甲2025年，这个讲法意思就是讲吼，因美国要来专心，要来艰辛来准备这件代志，较长治的来准备这件代志，伊就是希望讲台湾海峡袂使发生战争。哦，大家我的学弟讲的无啥共款啦吼。过去美国总统捌来台湾啊，就是爱真好总统啊，老蒋会叫伊来啊。哦，啊我是感觉呢，就是讲。台湾台湾拢基地啊，但是咱有军事枪支马炮呢。哦，啊，若是中国的一部分以后呢，咱台湾
军事枪就无去啊，啥物意思？以后就无啥物总统啊，拢是地方的领导者啊。啊，美国就是停你这件代志嘛，就是讲台湾袂使变做中国的一部分啦，吼。台湾毋是基地啊，台湾绝对毋是基地，但是咱嘛无爱变做中国的一部分啦。啊，当然咱家己爱强啊。美国讲你家己拢无想要拍，你干那要靠阮嘛无可能啊，哦，无可能。伊毋是干那为着要卖你军火，真着咧卖啊。哦，妈，恁著紧拍，我来卖军火，这袂通啦。因的意思是讲，我就是卖军火互你，互伊毋敢来甲你拍，安尼才是重点，互伊火烧狗寮无望啊。啊，所以咧台湾袂当讲啊，迄青年吼会上战场啦，迄少年会上战场。较早老舅讲一句话啊，伊讲吼，对你抗战的时阵，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啥物意思？大家拢爱守土来抗战，这就是重点啊，全面的抗战啊。哦，毋是讲干那啊，迄少年会死来安怎？我想迄拢操作迄个战争的迄个惊吓，这是上歹的啦。哦，尤其是国民党的这个讲法，哦，对台湾无帮助。哦，无义，恁学长安尼讲的吼。好啦，我感觉政治佫是爱很务实看啦。较早先拍这张牌就是民进党，所以讲我。